一只T 参数教练机早起伫咧公山空军基地执行任务时阵，失去控制，摔落来，摔伫跑道，训练机顶头2个中校不幸殉职。换肝医生陈耀利介绍到的患者去到中国换肝，却因为违反着这医师的条例，也顾伦理规范，为福部甲伊剔除医生执照。电脑店今仔是头一天，配搭执行长黄仁芬下晡去到现场，替供应链厂商徛台，也介绍和联发科做伙合作的晶片。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初2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来看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就是这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一架 T-34教练机，初2早起呢，伫高雄公山的空军基地执行训练任务的时阵，向失去控制。早起8点08分左右呢，摔伫咧跑道顶悬，无人机顶头2名中校拢不幸殉职。军方表示，目前这飞管的遗体已经完成检验送到殡仪馆，因为这 T-34教练机无。 乌鸦巴规个训练过程也拢无出现问题，或者是甲基地讨救兵，这个意外原因佫需要调查。 高雄公山空军基地内底，救护车载着2名殉职的中校，看驶离开失事地点。伫咧跑道顶悬，也会当看到技术 T-34教练机的零件甲小鬼痕迹。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表示，2位中校早起7点47分起飞，进行基础科学的航线训练，煞伫8点08分驶入跑道的北边。这个任务主要是发动机失效的模拟训练。飞机部讲，规个科学过程拢正常，2位飞官无汇报任何机械状况。现在就我们 初步了解录音操舰跟塔台跟飞行员的无线电通话，没有回报发动机有故障。那有关是不是有没有故障，这个还在调查中。对，我们会针对机械、环境跟人因的部分来详实的做调查。 飞机部表示，教练机是往北飞，伫咧要正拐飞转来过程，飞行机直接头压地面摔落来。2位中校的遗体拢是伫咧飞行机顶悬找到的。坐伫后座的桂准男中校，今年46岁，担任科学官。坐伫正座参加考试的罗贵佑中校，今年41岁。2人伫咧 T-34教练机的飞行时速拢超过2000点钟，身体检查嘛拢正常。即个为了训练任务不幸殉职，总统赖清德也指示军方要赶紧查明失事的原因。我已经要求国防部组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并且要全力协助家属料理后事，给予2位英雄应有的尊崇。 空军飞机部表示，失事的这只编号341式的 T-34教练机无乌鸦巴，4月初9才拄完成检查出站，无发生任何重大的故障。现在 T-34教练机已经全面停飞进行检修，等待事故原因厘清了后，才会安排后续的训练计划。记者郭家祖、邱超勇、高永昌报道。 讲到空军这 T-34初教机，正做这空军飞官培训的热门军机。真正的飞行官卢永亮就讲 ，T-34初教机适合较无经验的飞行员学习各项的基础特技，再过来接这拥有高教机的训练。啊，若讲到这届事故，2个飞官坐共一只 T-34不幸来过往，空军是回应讲是进行例行性的科学。 甘麦色的机身，空军 T-34的初教机伫空中咧飞，服役超过40档，已经唔知影培育出偌济空军的飞官。空军飞官培训已经转型3阶段2机种。T-34初教机就是飞行学员启发的导师，让学员会当熟悉基本的术科，包括大角度的转弯倒飞这基础特技，含单飞机场的起降、无机发动机失效这科目。训练需要半年，速度来换永型高教机，开始战斗组的训练，学喷射机的操作。 上尾是部分组的训练，演练对空乱炸和炸射等等，通过科学才当挂形状，分发精选这篇正比任务。古巴巴字啊、跟斗啊这些特技的操作，让你对于整体的操作会有非常大的了解。你必须要转换到从螺旋桨机进入到喷射机，这个也是一个改变的变数。那我们希望让 初学飞行的人变数能够少一点。卢英良表示讲 ，T-34初教机是普罗佩拉的慢速机，适合新手的飞行员，就是缺点嘛是真明显。接用型高教机会有好定。另外，这摆事故相乱2个资深的飞官做伙坐 T-34初教机，空军回应是这篇例行性的科学。飞行员一样都有他要接受的每个月例行性的考核，所以他们所执行的任务是正常按预化排定的
月份的驾驶考核。T34初稿机是服役40外档，空军规划爱到2033年才到服役的时限，但是对新式的初稿机要采取自制还是国外采购的，一定还未定案。在这个汉翔公司的维保下，也是非常的属于这个合乎标准。我们是依照这个任务跟训练的需求来研讨新型出教机的这个，不管是筹货的这个规划。培育一个合格飞官是需要2年到3年，这摆事故和国家是失去2个英才。陆英良认为讲，空军太外教练机的时程已经完啦，必须要较紧来建议，避免和飞行人员的训练点伫个较悬的风险内面。记者综合报道。有国军英雄为国家失去性命，数一寡国军是食碗内洗碗外。这着军现役生所的中士和洗菜士兵，去互走路出境省的查甫人吸收起，用手机偷去部队训练相关资料，落尾是摕到2000块的虚拟货币。桃园地检署前10仔呢，依照违反着国安法等罪嫌来甲因起诉。检方也批评这2个军人应该爱保护国家，说是为着私人利益犯案，希望法院爱甲因判罚等。中国一直咧对台湾通奸渗透，佮传出陆军2回现役士官兵，互境外势力吸收泄露军事秘密，互桃园地检署依照国安法等罪嫌起诉。检方佮批评2人负责保家卫国，算为私利犯案，建议爱当刑。境外势力协力者利诱国军收集泄露军事秘密案，于近日侦结，任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国家安全法等罪嫌，而提起公诉。专案起是一个因为案件逃出境的姓50人，受境外势力指使伫台湾发展组织。今年3月，熟悉陆军性所中暑甲洗菜士兵，伊利诱2人，希望因提供军事机密。期间，洗菜查甫人高求非军籍的姓王的查甫人加入。性所洗菜陆续将包含部队训练运作人事资料等军方相关文书，用手机翕个传互姓王查甫人，用虚拟货币方式收2000。按过部队发现问题，赶紧通报后代。全案已进入司法程序，相关案情不予评论。透过国军涉密查核与机密精准标示等做法，建立国军揭密资格认证与文书涉密精准标示机制。涉密的一些权限，我觉得军方包含我们离退的官兵都应该要持续的去做相关的这个规范跟了解。专家建议涉及仍然是个人行为，建议国军除了加强宣导保护工作，也参考民间企业保密分级的概念，强化分散授权。基本资讯，敢若互爱知影的人接触，降低境外势力对着国军中小情报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真出名的换肝医生陈耀利介绍到患者去到中国换器官，说因为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和医学伦理规范，经过法院的判决和医生听解审议了后，卫福部决定废除伊的医师执照，国内的头一例。手验麦故是真高讲，台湾换肝的名医中山医学大学附设病院的前副院长陈耀利，伊真侪摆做国内病人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中人，经过司法的判决和医师定解审议，卫福部决定要来废除陈耀利的医师执照。严重的违反医学伦理以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所提到的医师人员是不得中介，那严重者呢，废止医师执照。中华地检署伫2022年接到检举，讲陈耀利做中人介绍9位病人去中国换肝肾，对内面赚1466万，但是患者伫手术了后，刷一个拢过身。2024年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来起诉，伊2审拢红判2年徒刑，加罪5年，而且要纳500万予公库，专案阁会当上诉。中山府医师发声明强调，陈耀利是伫中华基督教病院任职的期间犯案，无法度评论案情。2024年底已经改副院长的行政职提掉，卫福部行政处分了已经停聘。中医表示，陈耀利2022年约满都无国聘，已经是上严格的行政处理。那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将陈耀利彻底自本院体系剔除。那本院是在法规赋予雇主的权限内，在当时已经尽速而且合法的做出最严厉的行政处置。卫福部表示，过去是要有伪造检体、诈领保险和涉毒这案件废止医师执照的。陈耀利是因为非法做器官移植的中人行直接废照，是台湾第一例。台中市卫生局是表示，持续透过病院的督导科学、法规的宣导和医疗品质管理这机制，提醒医疗机构和医师人员要遵守相关法令和规范。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食毒赛车，敢若今年到单呢，这新北市已经掠到2465件咯，平去年同期是增加636%。若伫咧嘉义县呢，也掠到92件。为了要防止这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就表示，拍算加重处罚，若坐公车共款爱罚，并年底施行。法务部也要来修刑法，甲这毒驾刑度有关，另外也会开会讨论，敢要甲这依托米子呢，对二级毒品升做1级管制。车驶客外顾持抓警方向前检查3996。你莫吵我看到啊！赛车查某人向提请出来，警方赶紧上前压制，找这个案件，台中警方将前扣来，也查出驾驶涉嫌驾盗赛车。专台驾盗赛车正济新潮，有10人去年8月无照驾盗上路，弄死记者起诉。过无一年，又原在法院审理期间，各驾盗赛车被抓。新潮地院叫毒驾第4罪，一审判8年。他的家庭系统的资质是非常薄弱，那他发不通气，但开庭他是认罪，还有再度毒驾的行为，做出有期徒刑8年。毒驾枪击地汉未少案件拢是累犯犯案，为提悬协助效果，各县市也拢公布，10年来有2摆以上记录毒酒驾累犯名单。亲像嘉义县706人，新北有11人。当时警方启动专案缉毒，6天查到581件毒驾，敢若是嘉义县今年已经查到92件，新北市今年前5个月处理2465件，比去年同期的335件暴增636%。对于逆向、蛇行等客观上医生危害的异常驾驶行为，均会依法拦查。防治毒驾各部会拢要修法，法务部要修刑法有关毒驾刑度，搁要伫毒审会讨论是毋是将依托米兹为1级毒品升级做1级毒品管制。交通部规划提悬毒驾罚钱，增加乘客连坐法定。1个月之内，我们交通部就会把案子送出来。我相信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有单位建议把依托米脂调整它的分级到第1级毒品，这个议题会在6月17号的时候再征询过相关的部会，还有学者。俗称总是烟弹依托米兹，定造成混淆用电子烟来使用，就惊有青少年滥用等风险。教部也在研究达至喙内体检提供学校，作为早期风险辨识辅助工具，相信今年9月就会上路。记者综合报道。消息中心上资料，台北园区传出讲有装这偷翕的设备，北检讯后，负责人和现场经理拢是20万交保。卫福部公布头一批侵害病人运输处罚的医疗机构，拢总有17间，上侪罚50万，停业6个月。过去总是用感性的微电影讲起协助真侪夫妻圆梦求子的艰难，这间伫国内知名的送子教生殖中心台北园区，如今却也憋出疑似偷翕的风波。什么叫不关我们的事？要说清楚。偷拍就不关我们的事吗？检警搜查检索了，发现有可能是摄影设备拆除了，留落来后通知细社的检索负责人甲涉林的现场经理到案说明。北检讯后以涉嫌妨害性运输、妨害秘密等罪嫌，2人各以20万交保。本案亦于2015年5月22日约询诊所的负责医师。该诊所的负责医师表示，为了保障医病关系，并且避免医疗暴力，故装设摄影机。台北市卫生局5月18日甲警方带动作这样反检康稽查，后续会配合检警调查，若有明确违规事情，依法将严办理。上主教官方回应一切的静待司法调查结果，客户权益未受影响。9月2日，最近侵害病人运输权裁罚医疗机构，上北市、台中到高雄，拢总有17间。这个是隐私问题。然后，而且应该还有肖像权的问题啊，对啊，而且大家去都是希望有被好好的服务，可是被偷拍，这个是大家不愿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至少要退费，然后申诉那些的都要拿到一定的价格。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晶补充讲，全台各县市卫生局针对医美诊所等来进行为期1个月重点稽查。若针对医疗机构的部分，中央已经邀集医师工会等单位商讨运输规范，原则上3个月内会完成修正。其他嘛关系民众运输的场所，会由行政院指导各部会整理，卫福部会配合政院指示进行。记者综合报道。边科大含一间生态公司对顶个月开始呢，就伫咧直播这麻叶药件过程，想袂到昨就传出鸟仔囝死亡的这个消息咯。边科大验尸发现，初步确认是中毒，是这农药或者是鸟鼠药仔造成的，就搁爱厘清。这显示讲，咱伫咧用药的时阵，拢有可能会去偷着咱无想要对付的动物。
抓条妈妈在拄久，一个顶头甲抓条囝吐一个醒过来，真趣味的画面，互真侪网友拢看过啊摆。并国台和新昌生态科研公司合作，做抓条饲囡仔的山顶放送。对5月13开始放送以来，是啥真侪只鸟仔的人在看，但才伊传出遗憾的消息，即只4月20左右出生的幼鸟仔不幸死亡。它包括腋下，然后肌肉，还有多数的内脏都有内出血的这个情况。根据过去的经验，很可能就是中毒导致的，但这个只是外部症状的判断，详细我们就是还要把内脏再去送去做化验。病理解剖初步确认幼鸟仔的死因是中毒，但到底是农药还是鸟鼠药造成的，佫需要进一步来化验。其实伫2024年嘛有亲像这种事件发生，台湾免禽研究会直播的抓条幼鸟仔幼年，嘛伫3礼拜大的时阵中毒死亡。专家讲毋是上台，但嘛看出因受到的威胁。野外投食的鼠药种类其实非常多，都会造成生物累积。农药野外投放的种类又更多了。就星它的食物来看的话，蛇类它有可能会吃到老鼠，它也有吃到鸟类，这一些动物它都有可能暴露在农药或者是老鼠药的风险。工作人员伫田内面用竹篙做生炭架仔，农药也是鸟鼠药啊，若是入去到环境，会造成小连锁的影响。专家表示，官方界是持续推动设立田中的生炭架仔，会当互免禽来帮助掠鸟鼠。投放鸟鼠药啊，虽然是不得已的，但是会当透过控制鸭肉来降低对非目标物种的毒杀，而且对源头管理、落果管理等等，来减少鸟鼠啊，减少用药啊。记者综合报道。国军第4作战区今仔日伫咧台南和屏东5个地点进行实弹射击操演，展现强大火力。全部的战力拢是伫咧演练前一天才进驻的，展示着国军的应变能力。火箭一发接一发，声音震撼，射对前背准去。3台 MK30、3台 MK15，总共6台，雷霆2261发的飞弹，早起8点半伫远方现场进行重炮射击。另一头，香港北的海边，刷补载满 M1 控自走炮和155公里榴弹炮，排甲整齐，同时发射。国军除了展现强大火力和打击能力，现场的民众嘛看甲足入迷。哇，很震撼，真的天要破了，很震撼。尤其它是连发，一直射哈那一部车呢，那它射完了呢，就在另一部这样很辛苦，他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准备应该也是蛮久了除了屏南3个地点，台南的迄球刷补，阿兵哥用上紧的速度装炮弹，一摆榴弹炮展示炮兵的作战能力。陆军特别军团这摆演习的是模拟中国军队想要对台湾刷补登陆。国军针对中近3个距离的目标，使用雷霆2000火箭系统，结合自走炮和榴炮弹，甲敌军规个包围打击。不过无共的是，进前操演军团拢会提早刷位，这摆是前一天宣布地点，考验国军刷位的速度。以往的演练。现在更加强调，就是变成有想定无剧本，在作战区内已经知道有哪些红色沙滩，比如说洗漱海滩，就是第一可能登陆点。所以平常都会有一些计划。那无剧本就是临时宣布一个状况，然后部队进入阵地。陆军特别军团这摆大动作，在南部地区5个地点同时进行射击演练，现场充满备战气氛。国军展现出耍位能力和战力，用实际行动展示守护国家的决心。记者李成武、柯炳哲，台南屏东综合报道。讲到这看天食饭的，不只是农民啊，准无落雨，各行各业也拢累袂行。来看这家己大埔，伊是咧曾文水库的边啊。即摆这曾文水库的水呢，存无到一成，观光船也无法度驶，影响到大埔的观光产业。来到曾文水库，水库水位是直直落，有的所在甚至已经无水，下底土地已经发草，成做规片的草埔。水库边啊，就是家己县大埔乡在地船长就讲，甲有水的状况比起来。今年水库无水的情形，确实是差真济。安尼差真济咯，嘿，上甜捌甲咱的230水位，甲咱的这六角亭的2楼，嘿，通新桥迄边是要甲定甲迄个通新桥面顶。受到无落雨影响，咱们水库目前的水量存无一成，配合水库起的码头吊桥这景点，看出去拢是水库下底的土瓦。除了影响在地民众的交通，嘛影响到观光产业。都是靠这个水库在吃饭的，所以都会影响。对，
而且游客也少蛮多，因为其实游客来都是要看这个水库的风光啊，看到没水，然后都很失望，然后就会走了这样子。是拢会影响到，包括钓大一寡要去兑换的交通船，较无方便，是安尼，拢爱搁设一个。村民就表示，去年6月的时阵，水库阁无像即马即种状况，暗暝刷落来的黄酸雨会当解决水库无水的问题，嘛互大埔乡在地观光产业会当继续来维持。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讲到这国际电脑展，在今仔日是头一天，飞碟执行长黄仁勋下晡去到现场，替真侪经济供应链的厂商来斗徛台。在去时阵呢，伊也向媒体介绍和联发科合作的 AI 超级晶片 RTS Spark， 也邀请到这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做伙来分享。另外，半导体设计公司ARM执行长夏书呢也讲，若准无台湾将做这合作的伙伴，ARM是无可能有今仔日的成果。民众为伫两边欢迎，那亲像大明星上场。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展第一天，飞达执行长黄仁勋去参观，阁引起众人的注意。头一站就是去广达电脑所属的芬达科技。甲广达董事长林伯礼、副董梁促进会面，广达嘛准备 AI 5战技能够招台。黄仁勋嘛去记者围观花式联发科等真侪间供应链徛台，展现甲台湾科技产业密切合作关系。再去举行的全球媒体问答，特别邀请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上台，搁再介绍飞达甲联发科联合研发的 AI PC 超级晶片 RTX Spark。外界嘛注意飞达进军个人电脑的原因。And we have an opportunity after 40 years to go reinvent it for the age of AI. Wow. We're not going to sit around and not let it get done. Not one computer in the world exists that can do that today. 各强调未来代理式 AI 发展概念，不过飞达新一代处理器微软 CPU 采用 ARM 架构，甲英国台湾供应链拢以X86处理器架构建立无共，安怎伫业界徛起，甲传统对手竞争是焦点。Computer is sitting in a data center that costs $50 billion. It cannot wait for half a second. It's too expensive. And so we created Vera for agents to use. That market is brand new. 针对台湾供应链安全，是毋是也会当保持有够的信心，搁增加投资力？黄仁勋讲，商业决策都是一面保持供应链韧性，同时甲优秀的友伴合作。飞达是台湾科技生态系上大的买主，那共款向台湾友伴表达感谢，还有ARM执行长夏思。About 250 billion chips have been built in Taiwan, more than any other region in the planet. 哈斯真感性的讲，头一粒ARM晶片都是伫台湾完成封装测试，ARM成立无偌久，就甲台湾建立合作关系。对ARM参加全球行动装置革命，台湾嘛扮演关键角色。演讲尾啊，黄仁勋阁雄雄出来徛台，那凸显ARM甲飞达的合作关系，嘛搁再展现台湾供应链伫全球科技产业界无法度代替的关键地位。记者采访报道。Intel 执行长陈立武头一届来到台北国际电脑展发表主题演讲。陈立武强调讲，伫咧40年前呢，伊就接受总统府主席李国鼎的邀请，甲这创投经验再来到台湾。迄个时阵呢，这台积电创办人刘长模也登来到台湾，也有参与到台湾科学园区的开创史。另外，针对着这 Intel 和台积电的关系，陈立武也讲是伙伴关系，期待未来会当继续保持合作。我昨天晚上9点半就爬那个象山。亲切中门开场，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6月7日伫台北国际电脑展带来主题演讲，为台湾实土历史开始。伊想起40年前受前总统副主席李国鼎邀请，将创投经验带来台湾。同时，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回台，也参加台湾科学园区的开创史。Intel and Foxconn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develop rack-scale products. Together, we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and expand our partnership, unlocking new opportunities ahead. 首次甲台厂合作，陈立武强调，英特尔的改革，家己从前第一天开始，多边下决定，互英特尔重回以工程做核心的公司。未来产业会伫4大运算平台发展，包含个人电脑、变现 AI 甲实体 AI、基础资料中心甲新一代智慧资料中心。另外，甲台湾的竞合关系会更加密切。Taiwan is very important in terms of I mentioned about
the PC client, the server, the whole rack system, the OEM, ODM. Taiwan is very strong. 陈特武就任14个月，到2006年5月底，英特尔捌徛到收盘129.44美金成关期，比对陈特武涨头了后，自2025年4月初18.13美金，估计已经称关超过7倍。市场分析，英特尔伫新世代处理器的促回动能，要撤回 AI 赛道，争取大疆版图的态势。亲像陈特武当年带液化电脑行出反应，互营收大成长。Morris Chang and C.C. Wei.Many years friendship, trusted friendship, and it's a very trusted partnership for us. And we embrace. We are a big top customer for them,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doing that. 讲到争取大疆业务，也强调无看做竞争关系是友好关系。也讲英特尔真侪产品依然爱靠台积电，也希望未来会继续保持合作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无人载具是现代作战的趋势。中科院透过美国技术授权，引进美军现役的 Ghost 机器教平台，结合着自主研发的技术，打造出这攻击型、精缩型、火力型的3种机器狗。透过着这执行巡检、精缩，还有打击任务，今仔日也对外展放看咯。顺野区的围墙开始顺路，中科院打造机器狗、光大型机器狗，初日进行成果展示。有监测模组会当建立投资、自主巡检，佮有热影像功能，会当规工无分人迷伫做巡检任务。就算拄到大型障碍物，嘛当家己闪开。陌生人从围篱外跳进来，他针对这个陌生报警驱离，同画面会回传为控制中心。控制中心掌握状况之后，马上通知警戒前往处理。中科院导入美军现役的 Ghost 机器狗平台，有高机动性，会当穿过精彩地形，结合自主研发的感测器、供电设备、武器系统，打造攻击型机器狗、精缩型机器狗加火力型机器狗。其中火力型机器狗是现场的焦点，有从中科院家己研发的遥控枪塔系统，实现看正准、拍正准，照任务需求导入海岸巡查、机场警戒。电报赶人甲车电检是部队真好的助手。接轨现代战争，中科院打造了光达型、侦搜型、火力型3大类型的机器狗，可以支援不同的作战任务。而中科院现在也朝向侦打议题的方向进行整合。海军陆战队他认为在沙滩就沙岸、滩岸的一些巡检包含海巡署在东沙南沙这边这些巡检，他们都有迫切的需求。还有陆军来讲，他们在营区的巡检也是特别的需求。另外，民间原来积极打造无人载具，有美商企业推出 MIT 机器狗无人车，销去日本 Okinawa， 摕到美军的订单。规划今年交付10台无人载具，投入营区的巡检、物资运输、通信的连接，也甲无人机起降的平台等多元任务。机器狗大量部署在每个城市、每个县、每个镇、每个里，那这个会形容一个韧性的。无人载具网可以及时的传达讯息。吴大贤指出，中科院是国家科技的带头单位，若是当结合民间上新的技术，有希望打造坚实的国防工业产品，抢攻国际市场。记者采访报道。台北国际电脑展在今仔日起股，真侪国内外这个电脑科技公司的这大头家拢来到现场，对这 AI 是真期待。不过这个台股呢，却是对这45915点，盘中达到44869点。不过最后呢是收在了45557点，起219点。那台积电呢是收在了2380块，华硕和宏基也拢起到真棒。美国伊朗阁传出渴望达成协议，隔礼拜一美股四大指数阁收悬，不过亚股煞无共，韩股收伫8801点起13点，日股落200点，收伫66734点。不过因为台北国际电脑展初日上场，市场对 AI 有真悬的期待，台股突破机器压，上悬冲到45915点。不过盘中阁抬价到44869点，指数起落超过1000点，以45557点收盘，起219点。
今天是 Computex 展第一天开展，宏基、华硕、光宝这些 AI PC 的也开始轮动了，所以整个 AI 的族群还是非常的旺。AI 到底有偌热咧？指数若冲破45000点，无论是老 AI 还是新 AI， 股价拢搁挑战前方。款内股台积电收盘2380块起25块，鸿海收伫301.5块。另外，伫 PC 族群冲到看无车袂定，华硕甲宏基拢倒顶起停，因为市场资金拢倒去 AI 相关概念股，所以部分个股底线起落的幅度伤大。证交所甲柜买中心公告，新增加立积电、内证拢总10档处置股，为初二实施到15。专家提醒，大股多头喷发，交易量大，指数冲悬甲修正的速度拢真紧。当冲它其实是会造成超涨、超跌，在跌的时候呢，有更多的供给出来，就会把它压得更低，股市的风险其实是在扩大。台湾是 AI 供应链的核心，进前包含超微董事长苏姿丰甲惠达金院长黄仁勋，拢宣布扩大增加投资台湾。只是要发展 AI， 需要真侪电力。总统赖清德出席台北国际电脑展，强调政府会伫人力、水力甲电力做好规划，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总统赖清德讲，政府要推扫第二届能源转型，和稳健的电力成做产业的靠山。记者采访报道。讲到这泰国呢，是台湾人真爱去观光的国家之一。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去到泰国呢，你身躯顶的泰国钱上无爱trả2万块的现金，才做财力证明。目的就是讲要来证明讲你唔是去遐违法做散工的审查游客，敢是有上届基本的生存财力。好记识一大堆人，泰国是国人真爱去旅游的国家之一。不过最近有网友发文问讲，到泰国去旅游，当地海关敢会严格抽查旅客身躯顶需要载2万泰国钱，还是等值的货币现金？实际去问旅客，大部分的人拢讲因知影这项规定。你有听说过说这个2万块泰铢的这个规定吗？有啊。那你今天有带那么多吗？有，我们有准备，因为很怕被遣返。我大概3万块吧，3万块台币。以前1万已经我觉得是 OK 的，他跳到那么高的金额，对啊，这个是比较便民。事实上，根据泰国移民局的现行法规，泰国的海关确实是有随机抽查旅客随身载资金的权利。为了证明有伫泰国旅游的经济能力，官方建议入境的观光旅客个人应该准备含2万泰国钱等值的现金。若是家庭集体出入境，就需要准备含4万泰国钱等值的现金。从5月底开始，我们国人原本去泰国享有60天的免签证，现在也改为30天免签证了。是因为最近很多外国旅客在泰国从事非法的工作及违法的活动，但也连带着现在他们也对进入泰国每位旅客要准备2万元泰铢的等值货币，更加强严格的审查。除了泰国以外，全球还有真侪国家是为了防范非法伫遮做黑工、下国的诈骗，也是审查旅客敢有基本生存的财力。在海关的法律内面有定随机抽查上加载现金的规定，亲像缅甸、印尼、法国、意大利和捷克等等。记者综合报道。咱2年搁再来访问台湾的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杰，今日是接受总统赖清德颁发的特种大受庆勋勋章，感谢伊一直来挺台湾促进两国关系。外交部在今日也表示，这捷克布拉格夏维尼机场5月15开始呢，开放台湾旅客离境去到非行经区会当使用自动通关，也就是讲台湾人若准备对捷克转来，有机会变更较便利。热情小览欢迎咱2年来台访问的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赖总统颁授特种大受庆勋勋章，感谢伊长时间挺台湾，促进台捷关系。Naprostou většinou hlasů podpořil a cestu do Čínské republiky, Tajvan a rozvíjení vzájemně prospěšných vztahů mi jako předsedovi Senátu jednoznačně doporučil. Senátorky a senátoři tak učinili, přestože to mnohdy vyžadovalo jejich politickou odvahu.
韦德奇是讲，家己2届来台湾，拢有一克参议院压倒性的支持。望同款是民主国家的台湾，甲一克会当持续深化合作。其实一克目前是台湾伫中东欧第一大贸易伙伴。2026年头一季，台日双边贸易总额已经达到8.24亿美金，前2年嘛拢突破20亿美金。台湾主要对一克出口半导体、资通讯产品甲零组件。一克是外销汽车、电子显微镜、精密机械等来台湾。台日也伫文化领域展开交流。2025年故宫100年延庆头一场海外特展，就选伫一克。出入比赛也因为头一届上欧洲舞台。双边游客往来为2023年开通台北布拉格直飞航线了后稳定增加。去年一克来台湾有8104人，台湾去一克有16570人。布拉格的哈维尔机场5月又宣布一项利便台湾旅客的新措施。从今年的5月15号开始，开放我国、英国、日本及韩国离境前往非深耕地区的旅客使用自动通关，能够获得此一待遇，相信也跟我们国人的入出境的记录一向良好有关。外交部讲，亲像要为一克离境返来台湾的国人，都会当使用自动通关，若是入境一克的自动通关，也优待一克机场闸门系统甲后面入出境系统 EES 完成整合了后，一克政府才会当评估是毋是搁再开放。记者采访报道。最近有人讲热天时啊，电钱较贵，所以有一寡时间的电钱会较伤重。也讲暗时10点过后，电钱会变较俗。台电也出面来驳回，强调一般人家厝大部分拢是累进电价，无尖峰时段的差别。除非你用电量超过800度，才会建议改做时间电价。热天电价为这个月初开始到9月底，台电统计热天用电量比平常时增加将近4成，每个月电费钱也平均增加446块。安怎省电费钱，民众拢有因的补助。穿凉快一点，然后窗户都打开，吃东西也要吃比较清淡、凉爽的，比较不会上火气。白天是吹电风扇来。出来就没吹了。如果大家都开28度，应该可以把温度再控制下来一点。卫生电池网络甚至流传伫暗时10点过后，西沙行沙洗身躯才较算会符。台电澄清，全台99%的主体用户用电拢是累进费率，电费原价甲用电量有关系，无占离峰时段差别。时间电价只是无共款时段，算的方式无共。两段式的时间电价来讲，透早饭点到早起9点是离峰，早起9点到暗时12点是尖峰。三段式时间电价分做离峰、半尖峰甲尖峰。他每个月可能超过800度的用户，他就可以来评估是不是要选用时间电价。他今天用电量大，但是他的用电又可以在离峰时间去用的话，那他选用时间电价就比较有利。若想要省电钱，省电专家建议，除了冷气甲上吊是电风循环使用，用伫中岛尾蛤蟆伫厝路涂骹降温，佮配合有变频功能冷气，避免耗电。你要是再拖着地的话，再降3到4度，这个循环下来可以降到10几度，到下午晚上室温大概只有28、29度，冷气的温度再把它调到27度，整个夏天那个电费是很省的。台电表示，热天电钱较贵，主要是甲民众用冷气空调有关系。建议民众将冷气温度设伫26度到28度，冷气离房也要定期清洗，拢会省电省钱。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肠仔病毒疫情加悬，顶礼拜门急诊的人数呢，就5573人次，平顶礼拜加8.2%。另外，国内呢，则出现一个本土的麻菌株病例，将有可能是和这泰国带病入境的个案去画到，已经靠491个人咯。疾管署也呼吁讲，若总有感染到这麻的风险的人，就要赶紧去注疫苗保护家己。若讲到这伊波拉的病情，疾管署宣布6月初2开始暂停公告。甲乌干达居民入境台湾90天。民众出门也互刷杂日，最近天气是愈来愈烧热，这段时间嘛是肠仔病毒上高为人的季节。疾管署指出，国内肠仔病毒的疫情当来加悬，顶礼拜有5573人次因为肠仔病毒去看医生，比顶礼拜加8.2%。疾管署提醒民众要接洗手，落实环境消毒，才能降低病毒为人的风险。国内长病毒监测的部分，以社区的病毒监测来看的话，最近4周检出的还是以克沙奇 A6 型为最多。
其次是克沙奇 A4 型以及肠病毒 D68型。整体来看的话，近期的这个疫情还是呈现一个缓升的一个趋势。另外，这礼拜摩阿伯咧嘛新增加一个本土群聚个案，是北部一个20外岁男性，研判是和泰国入境的个案为着。医生提醒讲，摩阿伯都的传染力较强，建议有要去摩阿流行疫区的民众，会当去利用医学门诊咨询，就会注射摩阿疫苗。这2例的接触者总共匡列了，目前匡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致死率可以到达5%到10%。那在这个预防的部分还是接种疫苗还是最有效的预防的方法。那最近在非洲国家引起真侪人死亡的伊波拉病毒，为了要防止疫情拖来台湾，疾管署宣布为6月初2开始做入境管制，55到乌干达2国居民拢暂停入境台湾90天。最近咱国有4个人为疫区回来，嘛配合疾管署做自主健康管理，其中1个人入境了后有发烧，尾仔经过采检已经排除感染的风险。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新竹市有真侪真旧、看起来真后的乌托邦停伫咧公共的停车格顶头占位。新竹市交通处表示讲，若准停车过15天，就会通知这车主去刷车；若准唔呢，就甲伊拖去保管场。民众平常时咧新竹骑乌托邦想要找所在停车，就已经足歹找啊！无想到停车格搁互看起来已经真久拢无人骑的乌托邦占满，造成民众的不方便。真无公德心啦！车要报废啊，伊都有人甲限哦，唔处理哦，对阮这要停车的人是造成足无方便的啦。本来就不多了，如果再有一些那种报废的车占用那些地方的话，那我们一般骑车的人这样子就很不方便了。有新竹的议员指出，新竹市最近公共乌托邦停车格，足侪拢互看起来已经报废的乌托邦占位，有的顶悬甚至搁互人搭中国的5星旗，呼吁市府赶紧处理，避免公共资源互人恶意占用。霸占了这个机车停车格非常的久，有的甚至长达1年以上，而且在最近发现到上面都被贴上这个5星旗的这个贴纸标示哦，成了这个5星旗的宣传工具。交通处表示，因为有的停车格内底乌托邦搁挂有车牌，依法款不叫袂使当作废弃物处理，刷去无论有车牌也是无车牌。交通处表示，若停超过15天的乌托邦，因会通知车主刷车，若无就会拖去保管场。针对公有停车格车辆，若连续停放逾15日且无法联系车主，或车主未能及时处置完成者，市府将依新竹市公有收费停车场管理自治条例规定办理一致作业。市府表示，未来加强巡逻管理，要这乌托邦袂当继续长期占用停车格，和公共停车格会当有效运用。记者杜根和新竹报道。讲到即摆的人啊，为着要占这免钱的路边停车位啊，是用真侪方式伫遐做。来看这台南的有厝边为着这抢停车位，大概是冤家娘济。伫北区一个公园边啊，因为无画线，住伫边的民众就有人去停车，就会去甲检举厝边头尾拍歹感情。交通局表示讲呢，会去到现场会勘画票线。白线顶面停汽车看起来无问题，不过警察来直接开单。台南北区这搭公园边啊，有一段长4公尺无画红线的路段，煞正做厝边小径。一般轿车长大约4.5公尺，停入去车头也是车尾，难免会缀着红线。经过了解，有车主定定甲车占地，甚至有人用机车来占位。本来发现车位和其他厝边停去，就打电话检举有人缀着线，因为停车问题，互双面贴破面。在地居民无奈讲。标线安尼设计，会互人产生误会。你也无要用停咧规样画红线啊，无你安尼一个大陷阱。应该会不舒服啦，因为他会觉得是白线，因为到一点红线可能，说这样会太严格，不然你就全部都画红线。互人检举的厝边嘛，甲警方指控对方停车的位离消防栓上近，照规定路口10公尺，消防栓5公尺内拢袂使停车。这搭空白地段强在有人咧停，即卖双方互相检举，警方认定拢有违规，开罚600至1000元的罚款。交通局回应，最近会安排会勘，甲地方讨论，看标线要安怎来调整。当下就是有依照转角10米的红线以及消防栓前后5米的红线画设。画设完以后，它还有剩余未画设的空间的话，未来我们会与会勘找当地的相关单位以及那个
地方代表来共同研议。这站检举事件，嘛显示出当地停车位严重无够的问题。边仔新大楼一栋一栋起，地区停车需求增加，想要伫公园边仔找到免费的车位有影困难。为了要彻底解决这场停车纠纷，警方嘛已经通报相关的主管机关，希望会当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记者楚台南采访报道。特别热热咯，这花莲上届新的统计，7月大放率只有2成多。地方的观光产业是认为讲，因为台东今年当咧举办全国性的博览会，人客才会无要来花莲。希望这县政府会当有配套措施吸引游客。热热特别高啊！为着要请观光客，花莲县府伫当年7月拢会办下乱嘉年华演唱会，也佫有关注民丰年节等等大型的活动。也毋过目前花莲的旅馆饭店伫咧7月的注文，敢若2成到3成。我认为有几个原因，当然第一个，大型活动，这个我们宣布的时程比较慢，让很多客人仍然在期待，仍然在观望。那当然，这个邻近县市的台东博览会办得非常有声有色。那安尼，即马旅宿业嘛发现愈来愈侪人较介意出国，佮加上花莲这几年天灾一直出现，互旅客真有压力，所以订房率一直无法度称悬。这是毋是代表花莲的观光伫咧天灾了后也未恢复的？县府伊的看法是较乐观。从去年开始，其实整个订房的这个生态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变。现在要看所谓的7月或8月的订房率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现在的订房率都是可能是前几天才开始做订房。县府强调，花莲今年唔闹下乱嘉年华、甲原住民的丰年节，也有国际啉酒锦标赛等等的活动，所以除了国旅，国外旅客嘛增加真多。台东虽然有博览会，也有热气球，也毋过2个活动的时间，也有卡时拢无共。县府嘛依照这个期间来公布其他的观光活动，希望会使互订房率佮称悬。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政府顶个月举办这台语的吟诗比赛，民间国小是连续2年摕到冠军。指导老师就讲呢，透过台语来学这汉诗，佮较了解到台语的文土白土，也更加了解到汉诗的意境。空文经书为君开。台语课的时，学生开喙大声读汉诗，老师希望透过读汉诗，教囡仔来传承台语，提升文学修养，嘛希望会当推广吟唱艺术。色南色北皆春水，但见寻鸥日日来。下南下北皆春水，但见君鸥日日来。台语诗较好学，因为台语诗念起来较顺、较好听。平常时啊有咧背，所以就较有感觉。为着要鼓励学生讲台语，南投县5月中有针对国小学生举办用台语吟唱古典诗词的比赛。决赛拢总有22队参加，民间国小连续2档摕到冠军。校方表示，民间国小平常时就会要求学生背古典诗词，华语已经背真熟啊。老师嘛希望学生会当对台语去理解古诗的意境。文言音、白话音才较困难，因为因平常时拢讲白话音嘛，较无咧讲文言音。其实我嘛有甲因讲，你若较常看布袋戏。有一寡文言音，迄讲了足水的。老师表示，台语特别的就是有文言音和白话音，学生一般对文言音较无熟。除了汉诗，伊嘛鼓励学生看布袋戏学台语的文言音，感受古典诗词的艺术表现，互语言和文化会当产生连结。记者黄秀南投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佛州去年发生一件这校园抢案，调查了后发现讲这凶手竟然是上网络用这 ChatGPT 规划安怎来犯案的。检方正式甲 OpenAI 执行长阿德班起诉。另外呢，这马来西亚为着要保护这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对这个月开始禁止16岁以下囡仔使用社群媒体。校园外口的空地，藏的拢是学生挨到枪击案罹难者的火甲字条。去年4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发生一桩枪击案，造成2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检警伫调查的时阵，发现21岁凶手竟然事先透过 ChatGPT 问讲校园当时人上济，使用倒一种枪会当造成上大的伤亡，甚至佫得到若准有儿童伤亡，会有愈侪媒体关注等等的建议。佛州政府决定向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We recently filed a monumental civil lawsuit against Sam Altman and ChatGPT for endangering our kids
and deceiving parents into believing that this application is safe for use. It's clearly not. People are getting hurt, parents are getting deceived, and they need to pay for it. 这件诉讼案唔但要求数十亿美金的赔偿，更加要求法院下令 OpenAI 必须要改变甲少年使用者的互动方式，而且建立安全防护机制，对着网络安全意识提悬。唔但开始倡导对 AI 监管，各国政府也开始对离校使用社群媒体做出限制。马来西亚政府对这个月开始禁止16岁以下儿童甲青少年注册社群媒体账号。Because we also understand that you cannot cut internet and the idea of social media and everything away from them totally, because it's part and parcel of today's life. So they must be able to navigate it at least a little bit, but not full access. No, very limited and monitored. 马来西亚这项新规定包括面册、IG、TikTok 甲 YouTube 等等平台，要求业者要先年会验证的系统，违规的人上侪会罚到250万的美金。对美国非洲对 AI 企业的诉讼，到马来西亚的社群禁令，安怎防止网络科技危害儿少心智甲安全，已经真做是全球政府无法度避免的大课题。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来看这有史以来规模上介大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个国家联合主办的世界杯卡球赛11就要举行咯。伫咧美国德州的国际转播中心昨夜开幕，国际卡球总会除了把这上届新的转播技术展出来放看以外，也展示机器狗要来协助警方维护这场馆的安全。也因为这个球赛特别开始，真侪餐厅还有酒吧拢延长因的营业时间，准备要来款待人客啊。有49岁世界杯卡球赛就要开幕，在德州达拉斯国际转播中心，提议第一摆对外公开。This definitely is the most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and top of the art international broadcast center that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and probably will ever see. 这号称美国神经中出的场地，除了负责转播，也担起世界卡球赛科技混作重任，亲像 VAR 影像辅助裁判、球场荧幕管理甲画面品质控制，同时国际卡组介绍一个加入警方会员的机器狗，这只叫做 Spot， 专心拢是点下镜头的四卡机器人，引进入危险地区，团开及时影像协助执法人员先观察状况。球赛还未开始，球迷已经先接起来。会场一间酒吧为世卡赛延长营业时间，为早起9点开到透早4点。而美国经营酒吧是有酒精销售时间限制，不过为提高世卡赛球迷体验，佮带动餐饮业的收入，美国真济州已经批准餐厅酒吧营伫40天赛事期间延长营业。Philadelphia here, we are going to be open till 4 a.m., typically open till 2 a.m., but they've given us a special license to be open to 4 a.m. for all the World Cup games. 1974年以来，第一摆竞标世界杯的咱的友邦海地，也为首都太子港吉亚罗带来活力。近几年来，海地无缘世界杯球迷一向拢支持巴西或者是阿根廷等卡球强国。今年伫分组比赛，海地所要对上5届世界冠军巴西队，所以海地人拢在祈祷拍败巴西。公司新闻红都媒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